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，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，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在一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，手牵手。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阿姆，水姊嘛，你是来甲阮明玉讲亲情的哦？唉，阮明玉才17岁。即马讲亲情，敢袂伤早？秀莲啊，你唔通规个头壳底拢是明玉的代志。阮毋是来替明玉讲亲情啦，阮是替阿喜啊吼来向你提亲的啦。阿姆，你伫咧甲我滚耍笑吼？我若是甲阿喜有缘哦，早就做恁兜的新妇啊啦。咱着等到即个时阵，这话若传出去哦，会叫别人笑呢。是啥物人要笑啦？呾你即嘛无翁，阿喜也无某伫个，安尼就上介好啊，对无？毋免惊人讲遐有诶无诶啦，咱也好就好啊啦。阿喜敢想要，敢真谢丽妍啊？当家吼，拢我咧做主诶啦。秀莲啊，我阿水婶啊吼，为庄仔头甲庄仔尾吼，毋知做偌济对翁仔某。我看吼，你参阿喜啊吼，两个上适配啦。恁两个吼，自细汉斗阵大汉，而且吼，你又搁差一点仔做着陈家的新妇。人咧讲吼，姻缘是天注定，你这世人吼，注定爱入陈家的门，做陈家的人。水姊嘛，你哦是毋通嘴胡捋捋，我讲袂赢你啦。妈，阿妈，最近嘛？哦，明玉吼，愈大汉愈水呢。过2年啊吼，我就会使替明玉做媒人咯。你哦，现在是媒人嘴啦。阿妈，你早这阵物件来，是有啥物代志遐？来，阿妈甲你讲。明玉啊，阿妈问你吼，你心肝内敢毋是足想阿喜这个，互你做老爸？甲恁妈妈哦，小苦劝一下啦，莫阁互阿嬷遮老安尼惊遮济逝啊！阿姆，我了解你的心意，你是为着我甲明玉好。毋过，今讨伊即马人搁伫咧笼仔内，搁再安怎讲，我嘛爱等伊转来，才有可能改嫁。秀莲啊，你毋通安尼啊坚持啦！呾你嘛知影讲吼，阿姆的心意，了解讲吼，我的用意是为你好的。毋看恁咱两母仔囝吼，也无一个人甲恁照顾，我心肝内是足毋甘的呢。搁再讲吼，
这金土哦去用关的，当毋得要关到治当时才会倒转来啦。恁两母仔囝，我转来啊！秀玲啊，秀玲啊，你哪遮尔紧就转来？啥物紧？我又走去日本一转，我出到已经半冬啊。因为我伫内底哦表现了做好，所以伊毋则准我到时出啊。我无甲恁事先通知哦，我是要互恁欢喜者。林玉，来，紧点啊！来，叫阿爸。你又遐大汉啊？紧点啊，紧叫阿爸。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袂遐尼着急啦。我甲你讲，其实偷偷伫外口行路吼，阮爸仔囝伊捌见过面啊。阮哦，讲起来阮爸仔囝真是有缘的。你甲看，你甲看，哎呦，阮朋友吼，真是查某囡仔18变，愈变愈水呢，啊？对啦对啦，你看，我买一罐礼物互你，我先看哦。啊，毋对哦。真久无看啊吼，恭喜哦，恭喜你安尼出嫁啊吼。恁来遮是？阿桃啊，叫我来替因阿喜啊吼，甲秀玲提亲啦。人转来伫遐，你转来，恁一定有足济话要讲，无咱来走啦吼，阮先来走啦吼。阮先来走啦。等下。来走啦。阿桃啊，咱讲实在的吼，你也莫怪阿姆啦，吼，其实咯，我嘛是好意啦，你无伫的时阵吼，秀玲伊两母仔囝也无人好照顾，我是惊讲吼，等你毋知要关到伫当时才会倒转来，话讲倒转来，我有影来行真济逝啦，毋过吼，人秀玲吼，伊都吼。我若足坚持的，讲无论安怎的时吼，伊就无要搁嫁，伊一定要等你倒转来，你莫误会啦吼。这物件麻烦你摕落。孙仔甲伊也讲，伊讲我落金土转来，我会好好照顾因母仔囝，叫伊莫搁孝顺。拜托。会啦，转来就上好啊咧，一家会当团圆。好啦，我来转啦吼。顺便。行好咧。好。秀玲，我都还袂死，安怎？你搁想要改嫁是？你是安怎都袂当踮厝好好等我转来？你对我来者。小等下，你要创啥？你搁要看阿母啊？遐？秀玲，你是安怎教囡仔的？你是安怎对我讲话这款态度？我是恁阿爸呢。你就是阮阿爸啦！你讲你是阮阿爸，你生我，你敢有我试过？你对阿母不是怕就是骂。你是一个敢会晓拍某、啉酒跋筊的人啦！你无资格做阮老爸啦！明了啊，你莫偷我啊！我甲阿母艰苦3顿无通食的时阵，你伫倒？阿母为着我去卖花，去酒店上班，搁去做苦工，这时阵你搁伫倒？明了，阿爸开始有。你莫讲啦，我莫听你讲啦。这10几年来，我甲阿母两个人相依为命。虽然我生活毋是过得足好，但是阮真快乐啊！你啥要转来？你还要转来？你10几年前就爱转来啊！好，明玉，我不准你用这种口气对你阿爸讲话。你毋是阮老爸啦！你毋是啦！你出去！你出去啦！明玉，明玉，拢是你啦！明玉，明玉，明玉。秀玲，金头，
你讲，你今日转来，我甲明强应该真欢喜。是你今日转来，我实在是足欢喜的。啊，不过自细汉，明强对你的成见真深，一时无法度改变。所以我想，你给我时间，让我好好去考虑。我相信，伊会接受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哦阿姊，金哦，到底的，你去图书馆啊？啥物代志哦？啊？金哦，安怎啦？哎呦，唔通哭啦，不要紧吼。代志甲阿姊讲共款的吼。阮阿爸会出国转来啊，当时的代志，但拄啊，阿妈甲阿水姊嘛来阮兜，讲要替阿迄只啊，来甲阮老母提亲。迄时阵，阮阿爸转来啊，啊，你老母敢有答应？阮老母足坚持讲要等阮阿爸转来，伊无愿意改嫁啊。但是阮阿爸毋相信啊，伊听着阿水姊嘛的话，伊足生气的，要出手拍阮阿母啊。我看袂过，要甲伊斗。我讲伊无资格做阮阿爸，要甲伊赶出去。阮阿母煞替伊讲话，佮出手甲我拍，所以你才走出来是吧？不要紧啦，吼。阿姊，我无想要回去，我该当留淡要食。会用的啦，留踮遮等金牛转来吼。然后，心命有甜，我看谁人踮做嘴好啦。阿姨啊，哈，金土啊，你当时转来啊？我拄才才转来。来，啊坐啦。唔免啦。阿姨啊，其实我这边专工来遮，是要甲你说道谢。哪有啥人洗头车啦？讲正经的啦，我伫家落来这段时间，你为着我的代志单白奔波，搁替我拍官司，照顾小玲我囝，我更加感激你，会替阮料理阮中阿爸的后事。这一切，我这边转来会好好报答你。免啦，哪有啥？对。还佫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拜托你。什么代志？我这边转来，小玲我囝的生活，我会去照顾。还佫有，你莫佫孝顺小玲，会去改嫁。你讲这是什么意思？结果你真是毋知影讲，你阿母带媒人婆，替阮兜讲是真实。我见过你，我希望讲这件代志莫发生。啊，我赶快对你无客气。阿母啊，你是去秀玲遐讲真正哟？啊，我嘛是吼，拢替你咧想啊。阿母啊，你是咧老天土啊哟？我伫天土拜拜，啊，呾你即马甲师妹离婚啊，啊，我即个做老母的，敢毋免替你拍算一个晓？我替你选的对象吼，绝对袂毋对的啦。做翁仔某是爱有感情的，我和秀玲也无感情啊。你敢讲甲伊无感情？莫嘴讲一款咯，心肝受一款啦，哈。讲则咧讲，若莫迄颗死囡仔哦，金土安尼分出来，那你甲秀玲早就翁仔某啊啦。你敢毋知影金土也转来啊？
我哪唔知？他像迄颗死囡仔的个性吼，若唔改啦，连命仔都搁互掠入去关啊啦！我咧替你选的，替你拍算的代志哦，绝对袂唔对啦。你着听我的就好啊啦，哈！我过来炒一下菜，连咪好食饭啊吼。我才无爱等伊的。你踮遮已经几落点钟啊呢？你若搁唔转去，你妈妈会烦恼哦。伊才袂烦恼咧。你唔通安尼甲恁母仔生气啊！伊就干那你这个查某囝呢，自细汉伊就出孝哩，出甲你宝贝呢。你若无转去哦，伊会足烦恼的。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啦，这句敢听过？朋友哦，我送你到家就好啊，你家己入去啊。金良，明玉，你转来啊？恁约几个人等阮兜啦，阮母也叫我送伊转来。多谢你哦。啊，你要入来内面坐无？免啊，哎，我要来走啊。那你会行好哦。好。明玉，你敢会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妈妈？你是我唯一的查某囝，假使连你嘛看袂起我，那安尼我会用五忙什么？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哦你敢会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妈妈？你是我唯一的查某囝，假使连你嘛看袂起我，那安尼我会用五忙什么？当初我甲恁阿爸去台北，本来是想讲从今了后，会用过着一个好野人少奶奶的生活。想到伊身体失败，搁因为走私去互掠去关，我因为走投无路，只好带你转来庄脚。啊，毋过你敢知影？庄仔内的人拢伫咧笑。你甲我讲这要创啥？我无想要听啦。小等下，我要甲你讲这，只是爱你知影。虽然恁阿爸做真侪唔对的代志，啊，毋过我从来唔捌后悔嫁予伊。伊甲你拍，佮甲你骂，对你遮尔无好，你敢讲我无怪伊？查人是菜致命，你也管了伊，嘛捌讲过，家家地家飞，家狗地狗走，这可能就是我的命。阿母，你为什么这么吞忍呢？命运是伫咱家己的手头啊！这可能是注定好好的，我一世人只有伊这个翁婿。我知影伊伫你的心内，只是一个会晓拍某、甲某伸长手的老爸。在你还未出世的时阵，伊确实是予我一切我想要爱的。我常常伫咧想，甲伊斗阵的迄段时间，其实是我一生中感觉上快乐的时阵。虽然伊身体失败，不过伊毋是无振作。
就连伊去走私，也是为着咱这个厝。所以无论如何，伊安怎拍我、骂我，我拢袂去怨恨伊，因为我知影，一个查甫人伫咧失志的时阵，伊心内的痛苦。阿母，你为伊牺牲遮尔济，为着伊，你搁去卖花，去酒家上班，赚的钱甲互伊开，你安尼做毋得的呢？我甲你讲，不管你心内安怎想，我是袂离你做老爸的啦。大家会用去先做一个朋友啊，莫一见面就歹面相看。明玉，你敢会用答应阿母这个要求？